来看检警查到全台湾头一件地政诈骗案，这是由第一线的地政事务所专员戴胜发现到，有诈骗集团伪造遗书的签名，违法来继承死者的房产了后，越头就随便出去，真歹追查。三档内是乌心钱赚1亿4千万，而且这其中也包含着里长、律师、大师隆重牵涉在内。 发动了2次的搜索，总共搜索了52个地方，传唤的人数68个人，声押了6个人。检察官亲身出面，讲出办案紧张的过程。全国头一件台版地面书的诈骗案，3年的时间共骗1亿4千万。即马专案终结起诉，台北市府联合办案相关的人员拍影片加强宣导。通报我们之后呢，我们就协请各个地政事务所，然后通力清查，然后才发现说。 有几个可疑的案件，他们的关系人都是重复出现的，所以我们会诊之后才会向检警告发。这件地政诈骗案是因为第一线的公务人员发现代志无啥对同，因为台北市地政事务所的专员接到民众投诉，因家的遗产去予外人继承，也若遗书顶悬的签名煞是伪造的。 进一步追查，发现几啊件继承案，拢是伫财产所有人死亡了后，因为囝儿逝世拢无伫个分尸边，长久以来无人继承，才会去互诈骗集团以代笔遗书的方式，向地政事务所办理违证登记。若诈骗集团只要厝摕到手，就会随甲卖掉，了后就真恶追查。我想说，我2年前搜索过他，我有扣过他的手机，刚好是整个案子的第1件，他办完的时候。 那个时间点，我去搜索他，把手机扣起来，那个手机里面就有第1个案件里面完整的证据。诈骗集团就是透过每一年4月份，各地区公所公告在地也未办理继承不动产的名册，锁定双北较贵的厝，交给当地里长、律师、地政司等等，而且还有公务人员参与做共犯。即个一个手全部拢封藏起来。地政局嘛强调讲，未来会加强审核，毋是文件交逼就会当办理继承。 另外，即马新型的诈骗罪手路嘛800款，提醒民众都要申请地籍移动即时的通知，随时保护家己的财产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